有网友昨昏伫网络顶头看文章，讲看到伫基莱山屋附近发现一只死去的水鹿的尸体，而且这只水鹿的身躯各有2个孔，即马确定是枪击孔，无排除是有人想要挂鹿角，转甲水鹿啊断死，即马已经启动调查。今日 Facebook 登山社团有一篇文章，在奇莱人线山屋附近发现了水鹿尸体，鹿茸断裂整齐，身上疑似留有弹孔。 不排除是有心人是为了取得鹿茸而猎杀水鹿。太管处已会同保七总队第9大队进行搜证与调查，查证属实将依国家公园法第3条裁处新台币3000元。另外，涉及到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猎捕行为，依野保法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，以及100万元的罚金。 透过相片，咱当看到这只水鹿啊，伫头壳含身躯拢有孔，而且即马确定这是枪击孔，而且伊的2支鹿角拢已经互挂掉啊。太管处即马初步确认，这只水鹿啊是互枪杀的。今仔日就含相关单位做伙去会勘，卖调监视器来找涉案的人。 台湾水鹿是咱台湾特有的亚种，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，嘛呼吁民众爱同齐来保育咱台湾珍贵的生态资源。